来了！哦，他们已经觉得，哇，坐上蒸汽火车这么多人来迎接他们。我这回喝苏慧国军啊。来喽！干嘛？你要照？你要等？我现在在录影哦。连站长都在照哦。我知道啊，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啊。你不能走到铁轨那边，那当然会逼哦。你就看前面就哦，好了，来，进来了。他是从你这路呢。太近了！你退后。快点照！有啦，不是啊，你要再上来啦。来了，没冲，你要退一点。蒸汽火车！CT273，哇！刚好停在我们前面，赶快拍！来站前面，快点，站前面！快点来，快点！赶快！明聪跑去哪？看这里，好了。要这么多人来维修，要马上加油这样做保养，因为这是古董火车了，太精彩了。马上检查所有的列车状况。等一下。精彩！店家帮我拍，我站前面帮我拍。来，快点！谢谢。信家单独，快点！明聪帮信家拍独照，星光独照，快点信家拍。全力检查有没有状况，如果没有，他们会继续开走。非常过瘾，一次下来10几位工作人员。在嘉美，还需要嘉美，有很多人在工作，太过瘾了，辛苦了。你们去看他们在嘉美有没有？嘉美啦。
哦，冒烟了，哟！刚加没，烟冒出来了，哦！这是日喜幸的一刻，今年CT273最后一次出发，从花莲开到玉里，现在在南平，然后最后到玉里，许多工作人员在帮忙协助处理。精彩的历史一刻。我们见证了这个历史的一刻，哇，真的是烟到处冒，但是真的是古董，因为它刚添加蓝莓，因为它蓝莓的燃烧就会必须有就产生黑色的灯饰。历史性的一刻。这样子用手去试黑油，好特别。因为这个车子年纪很大了，随时都要检查，以免万一有什么状况。所以开站就要休息，开站就要做整理。现在到南平火车站，他们在做详细的处理，预计时间是15到17分钟。2点27分开到这个地方。哇，这就是它的煤炭。的确是有点污染空气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就是历史的产物。CT273应该是从日本时代到现在，很精彩。我们有幸看到这些历史的一刻。信夏，你在录影哦？孟建良，你拍一张。信夏，你可以一边录一边拍吧。来，可以啊。来。我帽子脱掉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你回去可以跟他们炫耀一下，对不对？这已经历史的古董了。他要走入历史，对，他已经走入历史。他本来现在把它挖出来，让它古董再开。而且你要看他们要检修那么久，就是因为他必须要随时检查。
先帮我们这个拍一张吗？我们一起走入历史吧。好啊，来拍一下，导播。你拿给妈妈。妈妈不会拍。然后我用我的一边录一边拍。导播快点那个。要拍照。好，来看这里。哎，你不要挡到人家的那个人家路。1、2、3，等一下。你看树小心。1、2、3。好，再一张来看这，看这里，来你们3个。喂，新疆。他是故意的。1、2、3。哦，故意耍帅啊！好，我来看一下这个。安家要跟我在露营啦。日喜出的一刻。没看颜色已经没有那么黑了，表示它燃烧比较完全，应该就准备又要出发了。开始出发。开始启动。哦，原来是极光后经过。上车，准备出发了。所有的人上车，准备到下一站了。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，7T273，哦，汽笛声，出发。哦，火车渐渐要去行，哇！冒起一阵阵的黑烟，底下是白烟、欧北烟。冒起阵阵的黑烟。哦，
哇，好过瘾的声音啊！哦，哦，哦，辛苦了！没有多少个人啊！哇，保时捷桥了子都没人，这列车了子了子。冒着黑烟离开了。再见 CT273，完成。